在天王庙竹林之中等我与你，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。你们要快一点来呀！我知道，燕儿，走。哎。
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呀？哎呀，吴丞相啊，预言已经实现了，你怎么误了进宫时辰？哎呀，李公公啊，小儿出去慰问，尚未归来呀！哎呀呀呀呀呀，这是什么时候呀？须知朝中有人已经抢在你的前头了啊！太后预言启动儿媳，如此姗姗来迟，倘若挂在下来，那可吃受不起呀！是，我立刻进宫请罪，进宫请罪了。快就好，要快就好。我就来。叶子，你爱了为无了啊！
不是有道理。小姐，哎呀，小姐！孩儿见过弟弟啊，孽子，你到哪里去了你？弟弟，孩儿不知他儿欲言实言，就去为文保佑，切磋文章。你要我气死为无了。太后实言，我为挑选青龙家婿。须知当朝马，上靠太尉，内靠公子，是此豺狼奸贼，难可就要被那杜家小子带走的了啊！弟弟，孩儿至今也是悔莫及了，谁叫你置之不顾，误了大事了！弟弟，任凭老财呀！孩儿不亚于杜家公子，能只为门第，弟弟们乃是一品丞相，难道还真不过一个小小的吏部吗？这孩儿早闻公子言说，是叫孩儿非公子终身不娶。好，弟弟，你要为儿想想办法呀！我的小祖宗。你既有此决心，为我自有办法。弟弟，此话当真？这文章的奥秘嘛，要不然为我如久居相违呀。弟弟，好，来呀，吩咐元桥进宫。相爷，太请放心，此事先报在咱家身上，多谢公公关照。事成之后，我定当重重修下。七哥，是明日清晨。对，明日清晨就请咱家传旨。儿啊，这一把
须知道，当朝驸马威武无比。弟弟，孩儿不愿高攀，只愿走着范围故里，侍奉母亲。哎呀，真是一怕无益。像你堂堂女子，理应轰轰烈烈、顶天立地，怎能事相加啊？弟弟，要做驸马，孩儿自始不忠。此刻他与之意财官不正，快去！啊，吴丞相，哦，原来是杜大人啊！吴丞相今日进宫，万岁召我无知商议朝政，不而进宫而知。哦，原来是此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吴公子，沈兄。皇帝诏曰：常愿才有官司，天下闻名，愚昧也是无上，后宫一般，郎才女貌，第一天成。朕奉太后懿旨，实日未婚，不可有负请辞。多谢万岁隆恩！哈哈哈哈哈！吴丞相。恭喜啊，恭喜！皇恩浩荡，皇恩浩荡啊！李公公，你知道圣旨会不会罪错？什么？皇命启动儿戏，咱家怎会传错？不，下规定要开cung明白。哦，那你去细细的看来。杜大人，咱家为人传出吧。不，昨日于意，皇太后深深称告我，怎么罪孽之极？杜大人，你昨日莫非饮酒过量，此刻还认罪，不行吧？吴丞相，定是你。哎，杜大人。这可是皇上御笔亲历，须知天为难测哟。沈兄，哼，定是你无知杀此淫妇，下回要进宫禀告他。我儿立下誓约，杀非当今公子。就终身不娶啊！吴公子，回应他是非同儿戏，山盟海誓，万万不可有口无心啊！哎呀呀，杜延才，我儿一下此事是人人可见。沈兄，天机一片真心。为天可表啊！好一个为天可表！驸马公，老丞相，他与咱家去万岁宫叩谢太后。对，杜大人，死不奉陪，死不奉陪。让他去，沈兄。
即使倾家荡产，倾我所有，也要为你找一个有责有德、是花是月的美貌女子。山门。
自卑，你还替他做人。对，从今以后，凡是相府来人，一概不见，干脆一刀两断。园中好像有人，小姐快快躺下，带红儿进去看来。小偷，你为什么拔墙进来？三姐们，我好说歹说，他们随时不让我进来，觉得我没有办法，我不得不拔墙。谁要你到我们这里来？是吴公子传我来的，叫我特地来看望你家小姐。哼，吴公子，亏他还有这张脸皮啊！他怎么了？你听着。知道公子是女子，欲为乎要做轻薄浪荡子，背影前人女汉子，花园得罪女徒子，面对小姐不经事，碰到对夫关公子，当面这话子背后到此，为他报了生言。与你说不清楚，让我到你家小姐去说。我家公子都是为了你家小姐，这才到回宫招亲。他听说你家小姐有病，几次下来退忙，这难以脱身，只好派我前来问问。想不到你竟这样的对待于我。我这就回去啊！我差点把这封信的事儿忘记了。杜小姐，这是我家公子给你的信。哼，虚情假意，谁要看他的信？这信叫他带了回去，从今以后不要来了。不，杜小姐，我家公子再三关照，这封信你要好好的看一看，千万不要落到别人的手里。不说他就没有命了。去，谁相信你这一套？不，小姐，这封信你一定要仔细的看一看。求求你！原来你家公子，他也是一
玩笑，心里却少更爆炸。温有节，东门化作就在今宵。这时他不知道要结成什么样子呢？啊，杜小姐，我得赶快回去，这就告辞。